希望大家平安。咱伫礼拜开始之前，牧师有几项代志，甲大家拜托。第一项就是请大家将咱的手机来关做静音，安尼较袂去影响到咱的礼拜。第二就是讲，咱等下牧师带大家祈祷了后，咱着安静。毋通搁再甲边仔讲话，咱若要交陪咱伫礼拜结束了较交陪，互咱整个礼拜充满一个肃穆真安静的即个环境咱即个时刻，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专心感谢你。阮特别感谢你伫过去的日子中间保守看顾阮，互阮心中充满你所想事的平安。阮知我的人生有悬有低，有欢喜的时，也有拄着困境的时，但总是主，阮对你的信心，阮知。你时刻甲阮三甲伫地，所以阮心中充满平安。阮确信你的稳定教也万用，会当互阮超越过阮人生中间所有的挑战。我们因为安尼献上阮的感谢，是阮的主啊！阮搁即边来到属伫你的圣殿，就是伫你的施恩宝座前。阮知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你赏赐阮有健康的身体，阮有气力来到你的面前，甲你相交陪。求主帮助阮，互阮会当备办好敬虔的心，伫整个礼拜过程中间，求主透过内住伫阮心中的圣神来感动阮，也互圣神运行伫阮的教会内底，有充充足足的恩典，互阮领受。阮特别恳求主，你甲金早起服侍正同工三甲伫地，保守看顾，无论献诗、抒琴、书会、团工信息。或者是等下要服侍圣礼典的小会员，求主你经过阮手所做的工，透过服侍的同工，帮助阮敬拜你。也伫敬拜中间，我要领受你所赏赐阮你的信息甲恩典。求主也照顾阮的教会，引带阮的教会。特别阮将教会的属灵领袖仰望伫主的手中。阮今仔日伫礼拜结束了，也要召开中级会甲小会。求主透过这个会议，互所有教会中级会当追求你的心意，照你的计划去行。来应光你的性命。主，今仔日的礼拜中间，阮也要透过甲你同齐道，来孝念主耶稣基督为阮所做的一切。也明白，阮透过即款圣洁的交通，得到快乐，会当活出有叫主的生命。是阮的主啊！阮也特别将阮所徛起的乡土台湾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保守，互真实的仁爱、公义、和平，会当临在伫即块土地。亲爱的主，阮也看见伫世界依然充满真侪纷争，确实需要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求你将真实的平安赏赐这个你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互阮会当安然徛起，
也伫这个过程中间产生敬畏主的心。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牧养的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今仔日恁应该着听伊的话，请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778首，圣诗第178首，阮爱上帝圣殿吟全首，请起立做伙来吟。请咱游玩徛咧，咱要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创造你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信仰，咱的主，伊为圣心后代，对在小玛利亚出世，伫温柔良好因来受苦，并是个死来。请坐。做伙来祈祷，慈悲怜悯听世间人甲万米的阿爸爸上帝，你是受世间人所尊崇的大人君，因为你的创造何等的奇妙佮美好，我要献上无限的感谢来学罗你。今仔日是你分别为圣的主日，也是圣餐主日。你是阮祝福的儿女，搁一摆来到圣殿要来敬拜你。这时，儿女抱着感恩甲谦卑的心，恳求圣神来带领，互阮透过同守圣餐来孝念耶稣基督为救赎人类所流出的宝血。
这个报会是为着要说清世间人伫有意还是无意中来违背你的假释所犯的罪。求主赦免，求圣神伫你女的心内做工，透过圣经活命的假释，甲牧师的牧养，互你女用顺服的心来尊叹上帝的话。我要为国家来祈祷。求主施恩祝福台湾。明年正月13有总统、副总统甲立法委员的选举，随望现今社会热滚滚，媒体大声放送，祈求全能的上帝，互我无看虚假，无听使弄的话，坚定选出真正听台湾的总统甲民意代表，互台湾这个国家成做有主祝福，充满平安喜乐，佮互相相听的美丽岛。今仔同时也是总会所定的性别公益纪念之日，感谢天父，伫起头有创造男的甲女的两性。而且属因无共款的因素，原在阮拢是照上帝形象来创造的，理所当然伫生活中互相相帮衬，彼此相扶持，共同来管理上帝所交托的葡萄园。伫即个纪念之日，恳求上帝圣神提醒世间人，上帝公平甲公义需要落实伫大家的生活中，也需要落实伫教会中，互阮成做上帝的好儿女。这是要为着心灵无爽快的人来代祷，求主医治，互因的身躯早日恢复健康；心神软弱的人，求主来坚固因。相信信心甲毋忘，领受主的恩赐，成做主合用的器具，来利益人，荣光上帝。也要为着金彩起正道的蔡牧师来祈祷，求圣神甲伊三角地利，互讲的甲听的平平得到帮助。我的祈祷无够额，要用主假释的祈祷文来祈祷。列国领导，列地之家，列人心听，万人心难管，下边我的国度，听出来下边我的人，何必少来一起？有一万万人的爱，因国万人也能同取走，大家有福。阿门。请做伙来交托启示文，启示文第17篇，启示文第17篇请掀开圣诗的后面第25页，我来刻，恁大家来印。启示文17篇就是诗篇84篇。万军的耶和华，我的心神恋慕耶和华的殿，到要奋起。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伊啊，为着家己找着父囝的寿，徛起伫你的厝的，即个人有福气。伊的力在伫你。
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伊愈行气力愈加添。万军的上帝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祈祷。做我的盾牌的上帝啊，你着看。伫你的殿院待一日，较好1000日。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袂捌留一项好物。万军的耶和华，请献乐队来学乐，歌名是诗篇23篇。
多谢献歌队用遮水的歌声来学了上帝，愿一切的荣光拢归乎上帝。咱要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的经节记载伫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1到10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1到10节。请掀开现代台语译本汉语版第442页，或是现代中文译本第315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1节，我保罗、西拉甲提摩太，写批予帖撒罗尼迦属天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愿恁得到稳定甲平安。阮时常为着恁大家感谢上帝，伫基督中不时想着恁。阮伫咱的爸上帝面前孝念恁，靠信心所做的工，出伫痛心的劳苦，甲对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愿望所表现的坚忍。第4节。兄弟姊妹，阮知恁是上帝所听、所拣选的，因为阮传福音去到恁遐，毋是只有用言语，嘛用大能力、甲圣神，以及对福音有完全的确信。照恁所知，阮伫恁中间的时，做人啥物款，拢是为着互恁得到利益。搁恁有学阮，嘛有学主。虽然伫真济苦难中，恁要顾用圣神所赐的欢喜来领受信息。对安尼，恁诚做马其顿甲阿该亚全体信徒的模范，因为主的信息是对恁传出，毋那伫马其顿甲阿该亚，恁对上帝的信嘛传到逐所在，所以毋免阮阁讲啥物。第9节，因家己有讲起，阮伫恁遐的时，领恁受欢迎，恁安怎离开偶像，归向上帝来侍候我个真的上帝？听候伊的囝对天来。以互耶稣对世人中过活，来拯救咱脱离要来的审判。以上是上帝的话，愿上帝祝福听到伊的话，佮照安尼去行的人。今早起本堂的蔡主任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是教养虔诚的每一代第3讲，请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顶回咱有提起到要培育健全的每一代，咱需要有一个健全的环境，因为环境真正会影响一个人。咱古早话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原本就是安尼。咱有啥物款的环境，就真容易培养出啥物款的人性。保罗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安尼讲，阮常常为着恁大家感谢上帝，伫祈祷中间不断提起恁，伫咱的爸上帝面前纪念恁怎样将所信的实行出来，怎样用痛心温困工作，
佮怎样坚守对咱主耶稣基督的仰望。保罗伫遮说明，伊为着帖撒罗尼迦教会感谢上帝的三个原因。这三个原因都是敬虔的环境所应该爱具备的三个条件，就是咱非常熟的这个信心、仰望、甲听，这三项真重要的信仰素质。咱顶回有讲过，要培育出好的果子，除了经济的品质以外，也是需要好的环境。咱顶回有提起到敬虔的环境，就是信心、仁爱、仰望的环境。所以，咱今日特别延续顶回所讲的，继续来分享，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愿感谢你的恩典，愿感谢你透过你的话，会当来帮助阮，互阮一方面明白你的心意，也一方面透过你的话来得到信心，得到快乐，会当将你的心意表现伫阮的生活中间。透过安尼，我们诚做你所使用的器具。来荣光你的性命，主，这是我们领受你的话，求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特别针对咧典会所讲的这个信心、仁爱、甲仰望这三项特质，一项一项甲大家来说明敬虔的环境。第一项，敬虔的环境。保罗讲，就是将所信的实行出来。保罗伊安尼讲，伫阮的爸上帝面前纪念恁怎样将所信的实行出来。伫遮所讲的信，就是对上帝绝对忠实的信心。咱对圣经中间，咱会当了解，保罗伫帖撒罗尼迦传福音了后。当地犹太人因为怨妒因伫福音事工顶面有真大的进步、真大的成就，所以就煽动即个城内的一寡罗马，因想要将保罗甲西拉掠入即监狱来关伫监狱内底。好佳在即群人当时伫遐作乱，但是即群人当时第一时间。无找到保罗甲西拉，后来伫信徒的帮助下面，保罗因就赶紧离开帖撒罗尼迦。保罗人虽然离开帖撒罗尼迦，但是伊心内也未放心伫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伊真惊讲即个大成立的教会，可能伫即个压迫下面，会对上帝失去信心。所以后来去到雅典的所在，伫遐听候，伊就派伊的门徒提摩太去帖撒罗尼迦了解教会的状况。后来就咱所在，当地信徒并无因为犹太人的迫害就惊吓，反倒当是更加有信心。所以伊一开始。就伫社会因的批信内底，因为因的信心来感谢上帝。亲爱兄弟姊妹，咱也知影一个优良的教会，一个健康的环境，都是一群人持续坚守对上帝的信心。检查拄到困难挑战，上帝的信心犹原伫地。咱来理解。伫教会这个环境内底，咱的青少年、咱的细囝，拢是对咱这长辈、对咱这时代，咧学习每一件事，包含信仰的代志。如果咱每一个做时代，拄着困难的时阵，拢是表现出对上帝有绝对的信心，这细囝
看到咱，因伫即款的环境内底长大，因也对上帝充满信心。咱咧看一个人的生命，毋是看伊顺境的时阵安怎表现，是应该爱看伊安怎去面对困难。咱做爸母、做时代的有时吼，真疼咱的细囝，有时过度保护因，因拄着困难的时阵，咱就替伊动，替伊解决，结果训练一寡无法度面对困难的囡仔。咱古早话安尼讲生子压走，成囝不好。咱若过头去挺身咱的细囝，过头去保护因，这毋是疼因，这是害因，因为因将来无法度家己面对困难。我书顶会讲过，咱无可能一世人拢陪伴咱的时势长大，有一天伊爱家己去面对伊的人生。伊人生嘛无可能拢是一帆风顺，所以咱来教伊上较重要的代志，就是培养因仰望上帝的信心。保罗伫遮安尼讲恁怎样将所信的实行出来？也就是讲，信徒因伫生命中间，毋是俩讲家己嘴讲有信心尔。因是用因的生命表现出对上帝的信心。雅各书的作者嘛安尼讲，无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安尼对上帝的信心爱表现伫倒几个所在？我书有3项建议。第一个就是，咱爱认捌所信的，坚持到底，要将所信的实行出来。第一个要件就是。咱来对所信的有深刻的认捌，而且咱坚持去信靠。顶礼拜咱有讲过，保罗设立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经过。咱若看《使徒行传》第17章，保罗甲西拉来到这个城市了，照过去因宣教的模式，因就升起犹太人的会堂内底。找着犹太人的会堂，连线伫遐3个安息日，伊拢伫会堂内底。保罗甲遮犹太人根据圣经辩论有关救恩的代志。保罗对遮人解说，而且证明基督必须要受害，然后会对死人中搁活。伊对因讲：“我对恁传扬的这个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保罗对因讲：“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恁所听候的弥赛亚。”结果伫犹太人中间有一寡人相信，其他阁有一寡敬拜上帝希腊人甲弗鲁改领袖，因嘛相信。所以即群人因就组成帖撒罗尼迦教会。咱来注意一点，就是咱发现。保罗只有用3个安息日，就是讲伊用3个礼拜的时间，甲人辩论信仰中间上界重要的代志。然后伊所传讲的，伊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所传讲的，就是咱信仰的核心嘛。咱信仰的核心是啥？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救世主，就是咱的救主。帖撒罗尼迦教会。虽然因只有短3个礼拜，听保罗安尼讲，因掌握这款的信息，就坚信到底。亲爱兄弟姊妹，咱有时咱咧对人传福音，咱有用真侪方式、真侪方法，拢是真好。咱想要带人留落来，咱来办真侪活动。但是如果在活动中间，咱无去传讲咱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以生命的救主，安尼这活动就拍算去。最近有朋友对我推荐一本册，中间有一段文字，互我对教会工作有更较深的反省。这本册就是青少年的牧者潘霍华
潘霍华咱知影，伊是伫第二届世界大战的时阵，伫德国，伊从事福音的事工，做神学，甚至伊是当时阵起来反对纳粹，就反对希特勒的控制，的统治。了后伊被掠受关，到最后伊受死，为着伊的信仰来宣告。伊伫无论伊受关还是受关进前，拢有写真侪遮的册。伊真关心青年人的工作。伫即本册中间，伊安尼写，讲教会未来并毋是在伫青年人本身，咱拢了解讲教会未来是青年人的世界，咱来教化即一时代。伊讲教会未来是伫耶稣基督，独每一世代拢是伫耶稣基督做中心。青年人所用当做，毋是重新塑造一间教会，是听上帝的话。教会所做，毋是去掠掉青年人，是爱教导而且宣讲上帝的话语。所以，这本册互我深深的反省。若要宣讲，就是爱宣讲迄个信仰的中心，将耶稣是救主这件代志，互对方了解，安尼才会当拯救伊的生命。咱常常咱讲教会是一个足温暖、充满疼的所在，伊来遮你当得到真济疼，这也无够，爱互伊明白耶稣是因的救主。第二项，咱看见着帖撒罗尼迦教会，因是面对任何处境，拢是因为信心的缘故，靠上帝来得到喜乐。所以保罗伫第6节安尼讲：恁学阮也学主，虽然恁遭受大患难，又愿伫圣神所享受的喜乐中间领受信息。咱也会记住，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间受迫害的教会。虽然受迫害，但是因犹原我靠上帝来得到喜乐，因为伫患难中间有信心。所以因拥有喜乐、平安的心，咱嘛应该安尼。伫任何时刻，拢倚靠上帝来喜乐。对安尼来证明咱对上帝有信心。无论得时毋得时，无论顺境也是逆境，咱拢保持喜乐的心。特别是咱拄着困难、患难的时阵。拄好是表现咱对上帝信心的时刻。我想问大家，如果咱每一项拄着困难，拢是忧忧愁愁，咱拄着患难，拢是软软正正，安尼人会讲咱所信靠的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咱是要安怎去人讲？咱所信靠的上帝是一个平安喜乐的泉源，咱所信靠的上帝是赐稳定能力的上帝。这无说服力啦，但是当咱拄着困难患难，每一项拢是充满喜乐，每一项拢是非常光强壮大。安尼大家知影讲，咱所信仰的是一个平安喜乐的泉源，是一个赐稳定能力的上帝。细囝拢是对大人的态度来学习。咱面对困难的态度，绝对会影响咱囡仔将来面对困难的态度。咱要培养咱的细囝，才做一个敬虔的人，就是帮助因了解人生无可能一帆风顺。当你拄着困难的时阵，你要用信心去迎接上帝给咱的平安甲喜乐，互因伫即款的环境内底长大。我确信，咱的每一代拢会成做敬虔的一代。第三项，咱看见着帖撒罗尼迦教会因做一个美好的见证，
保罗伫这经文的第8节安尼讲：主的信息毋简单对恁遐传到马其顿甲亚该亚，恁对上帝的信心也传到远远近近的逐位。这实在毋免阮加讲。保罗咧学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因伫患难中间表现的信心，成做一段美好的信息。这款的信息传播出来，影响到真侪其他的教会。咱来理解，上帝的信息毋是干那对牧师的嘴讲出来，上帝的信息嘛毋是干那对一寡老师、一寡讲师的嘴讲出来。上界重要是对各位的生命中间表现出来。牧师捌甲大家讲过，伫平阳服侍一生的白宝珠女士的故事。白宝珠女士，我有看过伊一个纪录片，内底有一个甲伊同工侪年的护理人员，对伊讲一句话，对伊形容一句话。我感觉这是对一个基督徒上界大的学乐。伊讲白宝珠女士是一个会晓行的讲台，讲台是咧宣讲上帝话的所在，宣讲上帝信息的所在。伊讲白宝珠女士，伊一生用伊上界宝贵的青春，奉献伫平湖迄个所在去照顾迄个麻风病人。伊讲在伊看。伊就是一个会当行的讲台，就是伊行到倒一个所在，人就会当感受到上帝的信息咧传播，人就会当感受到上帝的疼伫即个所在。我感觉一个基督徒会当互人用即款的称呼，是上界大的学乐。咱每一项拢应该爱安尼，用咱坚定的信心。真做上界水的信息传播出去。第二个敬虔的环境，爱具备的要件就是疼心。保罗伫这段经文中间提起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的疼心。伊讲恁怎样用疼心温群工作？疼心伫这希腊文，伊是用阿卡贝这个字，阿卡贝这个字，咱拢真清楚，伊是咧表明一种巨大的疼，这种的疼是上帝的疼，就是对方虽然无达得咱疼，但是咱犹原疼伊，这个是上帝的疼。咱所有人拢是罪人，但是上帝犹原疼咱，怜悯咱，只要咱愿意悔改，上帝就赦免咱。咱等下要守圣餐，咱之所以会当食这个饼、啉这个杯，这是耶稣基督为着咱罪人牺牲所换来。这就是巨大的疼，是种无私、主动的、完全的属上帝的疼。保罗伫遮咧学了。帖撒罗尼迦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因为迄种无条件的疼，伫中间，伊则讲温群工作，和本翻译做所受的劳苦，意思是讲，因愿意为着疼别人来牺牲家己的权益。亲爱兄弟姊妹，咱的教会要营造一个敬虔的环境。要营造一个健康、有生产能力、美好的果子园，真正需要大家对上帝遐支取疼，然后伫教会中间分享彼此的疼。牧师嘛有几项建议。第一个要分享疼心，上界重要就是彼此代祷。什么代志会当带来上界疼？的气氛，我想就是祈祷。咱咧分享听，会当做的第一件代志，就是替别人祈祷。亲像今仔日经文中间的保罗共款，讲
阮常常为着恁大家感谢上帝，伫祈祷中间不断提起恁。亲爱兄弟姊妹，伫咱家己的祈祷中间，为着教会集体献上感恩祈祷，这是听上界好的表现。最近咱阁开始全教会祈祷会，伫祈祷会中间，牧师真正有特别的感受。咱的祈祷会是拜四暗时7点半开始，但是我通常拢是7点10分，还是7点15，我就入去会场。入会场了，我发觉大家先来到会场的人，拢是真安静，伫遐密倒。我一入去迄个环境内底吼，咱伫7楼礼拜堂，一入去内底，我拢会有一种被听包围的感觉。甚至顶礼拜我家己带祈祷会，带到咧替这世界和平祈祷的时阵，我看见着有真侪兄弟为着这件代志流目屎。我家己嘛无法度控制家己嘛，伫遐流目屎。这会后有兄弟来我关心讲，牧师你敢是感冒？会看你一直咧唱片。其实我是感动甲流目屎，因为有感受到，咱咧替这乌克兰这俄罗斯咧替以巴战争咧祈祷的时阵，遐个代志计成离咱真远，甲咱无关系。但是为着这个人咧祈祷的时阵，嘛是充满了感动，嘛是充满了负担。充满了疼，这就是阿卡贝的疼。亲爱兄弟姊妹，咱会当做伙来参悟，伫日常生活中间也常常替别人代祷。第二项就是，咱会当伫咱教会中间的团契，还是小组中间，甲别人分享咱的生命。团契甲小组是上帝赏赐予咱上界好的礼物之一。大家爱好好珍惜，请大家鼓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爱参加一个小组，一个就好，毋免参加真济。咱伫小组内底，就会当甲别人分享咱的生命，更较深入。咱嘛鼓励咱的囡仔来到主日学，咱的青少年来到青少年牧区，互因伫即款的园地顶面成长。最近牧师也开始开课，分享安怎带领小组。有一寡兄弟姊妹参与，我愿望搁较济来参与。咱即马虽然讲第4课，但是即马来参与也搁会赴。咱礼拜一下早甲下暗拢有一堂课。有兴趣的人会当做伙来学习。透过即款的学习，咱搁较深入伫小组中间。甲别人分享。关系敬虔环境的第3项，就是坚守对基督的愿望。保罗接续俄罗伊讲，恁阁怎样坚守对咱主耶稣基督的愿望？这愿望是对国外的愿望，也指出也是指耶稣过来的愿望。帖撒罗尼迦教会这本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讲到未来国外的信息。讲到未来国外，就甲耶稣基督搁再临有真深的关系。咱来看第4章的13节到14节，保罗对因讲：兄弟姊妹啊，关系已经死去的人，我愿望恁知影一寡代志，免直直忧伤。亲像遐个无愿望的人同款，阮相信耶稣基督死搁活，所以相信上帝也要将遐已经死的信徒甲耶稣做伙带去。信耶稣基督的人应该对生命的搁活有坚定的信心甲愿望。咱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甲一般人上界大的无共款，就是伫遮。这种愿望也表现伫2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心内平安，
无惊吓。保罗安尼讲，咱望着伊的囝耶稣基督对天顶降临。这位耶稣就是上帝予伊对死人中搁活迄一位，伊予咱脱离迄个将要临到上帝大的受气，伊的受气。咱来理解，有一天，咱每一个人拢爱面对审判，但是咱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每一个悔改的人，拢会当领受这款的恩典。因为信靠耶稣基督，咱会当脱离迄个咱将来被上帝审判、上帝大的受气。对搁我有愿望的人，自然对死亡就无惊吓，因为有愿望，所以明白咱肉体死亡毋是一个结束，反倒当是去享受迄个永远活的开始。一个人如果连死亡拢毋惊，安尼即世间所有的困难挑战，拢无法度拍倒伊。亲爱兄弟姊妹，咱是活踮伫一个充满禁忌、充满欠损的国家内底，有真济咱的同胞生活伫惊吓中间。咱基督徒爱做的，就是爱去宣扬迄个带互人平安、带互人愿望的福音。第二项，咱除了心中无惊吓以外，咱生命爱充满一个目标。咱爱活到亲像一个有愿望的人，就是伫生活中间爱去追求上帝的旨意，照这个目标去迈进。保罗对咱安尼讲，伊讲伫运动场顶面比赛的人真济。但是只有一个人得到奖，所以你来抱着得到迄个目标的心来跑走。伊讲一般人所求的是迄个会朽坏的冠冕，但是咱所求的是迄个未朽烂的冠冕。所以我只用目标一直奔走。亲爱兄弟姊妹，咱爱真实明白，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拢有目标，拢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一个对未来有愿望的人，一定爱追求上帝的心意，然后活了更较积极、更较圣洁的生活。咱深信，只要持守这款的愿望，咱将来会当得到迄个荣耀的冠冕。那比较永远活，咱的今生只有短短的时间，咱来把握这个短短的时间，活出荣耀上帝的生命，活出更加积极、更加圣洁的生命。这是咱充满愿望的见证。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讲这三项，就是信心、仁爱、甲愿望。愿望咱会当营造这款正确的环境，互咱的每一代拢有人诚做正确的信徒。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互我的启示甲勉励。求主赏赐信心、听心，互阮会当将你的话实践出来，来荣光你的性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请三甲来吟诗，圣诗第215首，圣诗第215首，耶稣身躯替咱定死，吟全首，请起立做伙来吟。
济。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陪参者，三甲来甲主同齐道，共受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来听主耶稣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恁囡仔着无担当大，着就问我，我要互恁安息。伊安尼讲。要喙焦翕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咧。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作下来擘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又摕饼祝谢。虽然逐生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现在照圣经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主，阮这时谦卑恳求你，切恳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会摆列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当真做阮属灵的培养，互阮会当持续生长伫你的恩典中间，用阮的生命来荣光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伸出咱的双手，小会员会将饼放伫咱的手中，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伊拍破伊的身躯，为着救赎咱。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今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安尼来纪念我。咱手中摕到这个杯，伫心中感谢主，伊流出宝血，洗清去咱的罪。
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今日啉的时，就惊安尼来孝念伊，三甲来领受。恁大概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同心来感谢。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甲你同坐道，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是阮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透过圣餐，甲主耶稣基督的交通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让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也赏赐阮气力，互阮会当活出荣耀你的生命。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请闭眼心来做奉献。请起立来做奉献的感谢。主爱天父，
阮满心感谢你，因为阮知阮活的乃是出自你无限的恩典。阮愿意伫生活中用奉献做阮感谢的具体行动，求你欢喜来接纳。安尼祈祷感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请坐。请做伙来关心教会的重要事工，请咱掀开周报第4页。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性别公义主日，为着要唤起兄弟对教会内外性别公义议题的重视甲意识的觉醒。互性别地位有实质的平等，消除一切性别歧视，建立和谐互助的关系，共同起造性别平等的优善环境。具体关怀，恭喜本会会友陈佩贤姊妹甲邱义祥兄弟定伫11月11日。即个拜六下晡3点，伫10楼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陈佩玲姊妹是坤生兄和湘南姐的查某囝，到时请大家做伙来观礼，参加来欢喜，做伙来祝福因，愿上帝祝福新人。恭喜本会会友李梦洁姊妹甲吴明贵兄弟伫10月28得到一个查甫囝，愿上帝眷顾新生儿甲全家。第三，本会会友温秀凤姐妹伫10月29日安享主怀，定伫11月13日，就是下礼拜一上午7点，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仰楼2楼。至善一厅举行立念礼拜，当日上午11点半，伫本会7楼礼拜堂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教会为着要庆祝释教110周年所举办的专题研讨会系列3。教会应该有甚物款的行动，才会当真正实现耶稣的命令，正做更较严，发挥正面的影响力的。所以，即摆教会特别邀请詹正治牧师甲廖俊雄教授前来分享对教会参与社区事工的想法甲方法。欢迎大家做伙来学习，透过参与社区事工，请做教会对外展开的手，分享甲见证上帝的听甲恩典。时间是伫11月18日拜六上午9点到12点，地点伫10楼礼拜堂。有2个专题，第一是啥人是我的厝边的？谈教会的社会参与，这是由詹正治牧师来主讲。专题2，我喙答社会参与的速度甲步数，这是廖俊雄教授主讲。
这个研讨会毋免报名费，但是需要报名，因为教会需要准备中餐，所以伫11月15以前，咱来向郭医生干事，也是要就上网来报名。其他就无内底，也有祈祷会、训练会，也有真济活动，请咱踊跃来参加。即马要请牧师来欢迎来宾。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即时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有几位，第一位是李忠汉长老，李忠汉兄弟，李忠汉兄，好，欢迎欢迎。第二位是即个蔡成峰夫妇甲伊的亲人。后壁遮欢迎你是加过转来欢迎。第三位是曾爱娥姊妹，伫遮欢迎。毋知其他有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无介绍到的。请这贵宾咱等下咱去到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介绍甲接待。多谢。上迎新圣诗第399首，399首，愿上主大慈爱。咱要唱2解，请起立做伙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咧，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谢阮供受差遣。